教育局俾咗50萬 AI 撥款，點樣先可以將呢筆錢嘅壓力變成學校發展嘅機會呢？就係呢筆50萬港紙嘅一次性津貼，專門俾合資格嘅中小學申請嘅。呢個計劃正式個名叫智啟學教，講白啲就係想 AI 可以喺學校裏面真正用得着。不過呢筆錢唔係白攞㗎，學校要應承做到一啲都幾有挑戰性嘅硬性規定。學校要簽一份承諾書，一旦簽咗，上面列明嘅每樣嘢都要做得到。你睇呢啲要求全部都係硬指標嚟㗎，由課堂到活動，工作量真係唔嘢少。仲要留意返，申請截止日期係2026年2月28號，時間冇多啦，要快手 plan 定啦。所以問題嚟啦，點樣做到晒以上嘅嘢，又唔會搞到啲老師做到殘呢？關鍵就係要有一個好嘅藍圖。呢個藍圖就係一套有結構嘅課程。我哋攞 Ecosystem 嘅方案做例子嚟睇睇。你睇，靠一套完整嘅課程就可以直接對應幾項要求，咁先有效率㗎嘛。呢套課程嘅核心概念叫做賦予 AI 生命力，佢有4大跨學科嘅支柱。由歷史 VR 到金融數據分析，每個領域都有具體嘅 project， 等學生可以真係動手做。好，咁老師點算啊？一個好嘅計劃，重點係要幫到老師，而唔係增加佢哋嘅負擔。好似呢啲自動出題嘅工具，仲有協作教學，都可以大大減輕老師備課嘅壓力。其實呢個唔止係為咗攞津貼，更重要嘅係幫學校建立自己嘅長期資產。譬如話建立學校自己嘅 AI 模型，咁樣學生資料先安全，呢份資產亦都完全係屬於學校嘅。截止日期越嚟越近啦，所以你哋學校準備好履行呢份承諾書未啊？